起弗浪的话，可能是有流汗的意思。对，那个蔡宗涵的字典哦，嗯，也是有出汗的意思，流汗的意思。哦，对，老师你看，你现在画面看这个嗯蔡宗涵的字典，对啊，哦，是啊，是啊，是啊，哦，就不让。所以可能哦部落的关系啦，对，对啊，部落的关系哈。对因为我只是想说，在这个方面的话，如果把它分门别类的话，你看，因为我们流汗也就主汗了嘛，主汗是汗水嘛，主汗是对汗水嘛，对对对，嗯，那所以个是假设如果是它是天气热，那天气热要怎么说了呢？法律，我们叫法律，我们叫法律啊，热啊，也是因为部落的不同哈，反正因对对为反正热，反正我的理解是反正是在水水的烫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天气的热，对啊，那个马尼盖老师，我大概理解你的逻辑，你知道吗？你看蔡宗涵的字典这个字根啊，弗浪哈，他找不到这个词哎。哦，对，他这个词本身，如果是出汗的话，他应该弗浪这个字应该要翻成汗才对。那吉弗浪就是出汗，这个逻辑。可是我们进入它的字根里面有没有它的词干就是字根，它并没有意思。对，并没有意思。所以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们那边弗浪本身这个不是汗的意思，它可能只是纯粹是热的意思嘛，对不对？是。OK， 那大概是方言别了，我觉得是这样。对，是啊，方言别好。我们那边叫秦罗。喂，我那边叫什么？小白老师，你说。秦罗的流汗啊。老师你讲的就你讲的这个有啊，新罗对不对？哎，新罗对。我看一下，它这个是鸡，我看它有没有字根。新罗哎，它这个有呢，我看一下。出汗啊。新罗它也找不到这个字。它跟这个也不是汗。老师，你们的出汗也是那个鸡新罗是不是这个意思？咖喱新罗哦，喜欢流汗这样子。哎，对，很会流汗。咖喱新罗，像刚才那个叫什么？你们看那个叫什么？弗浪，那个很像是冒汗啊。冒汗。哎，就穿。老师，你看我们看那个秀姑兰的那个字典哦，这个应该它没有分啊，它这个另外一个字典哦，你看哦，它这边有不同的说法，你没有看到吗？不让，你把它标起来看看。完了。形容二这个像这个啊，小白老师的形容二啊，还有那个咖喱形容二的就很会流汗啊。弗浪他这边直接起弗浪了，那还有这边呢，什么什么昂店是这样念吗？安店，那汗臭味啊，汗臭味啊，安店啊。哦，那大概还有朱赫嘛，就是这个是不是公认的？你们都认为那是汗水的意思？朱赫，朱赫是汗水，没有错，没有错哈。小白老师，你们那边的朱赫也是汗水的意思吗？比如说吃槟榔了哈，突然冒汗了，那个几朱赫个锅这样。啊，你跑步流汗不能讲几朱赫了。比较我们会讲说起诺德那个跑步的时候，
老师你讲冒冷汗的话，你们会几足汗？啊，冒热汗的话是喜怒二这样子。对对对，你们分那么细哦。啊，你们的几弗朗什么时候用？几弗朗哦。对，我们那边好像比较没有听到那个几弗朗的。几弗朗哦，你们那边比较不会讲几弗朗，你们是喜怒二这样子。对啊，喜怒，对啊。啊，你们还有分成那个发那个冷汗跟冒冷汗跟出热汗不一样的说法。对。OK， 我们顶多像那个汗臭味啊，顶多是慢哪年的汗臭味有啊，昂电，安迪尔是通称呢，这个安迪尔，通称，就是通称一个东西坏掉啊，或是什么的味道啊，都是安迪尔啊。哦，那个是安杜啊，安迪尔啊，安杜赖啊。安迪尔跟昂柱有什么不一样啊？一样的意思吗？昂柱是尿骚味啦，是不是？对，昂柱是尿骚味。昂少甚至已经用煮坏掉的那个，煮坏掉的昂少了，昂少是煮坏的，煮坏的，对，哦，你说烧焦的味道是不是？烧焦的啊，烧焦味，对，昂少味多这样，昂少味是烧焦了了，烧焦昂少，烧坏掉，那个噪声的怎么讲？噪声，臭酸那个，就昂六，对，昂六，昂六，所以阿美族对臭的分类好像蛮细的哦，很细，很细。那老师，我们讲那个尿骚味叫做昂座，那个大便的臭味呢？安多，安多跟安多都可以，安多不一样哦，那个是尿的哦，昂座是那个尿嘛，尿的，那个什么那个大便的话就安多了，安多。那如果是汗味的话，就是昂电，是不是？昂电比较没有讲，我们那边叫昂电人，我们那边就叫昂电人。汗味嘛，汗臭味是不是？昂电人是说。哦 ，OK， 那这样子就有比较清楚的分类了。对呀。那如果是臭酸的味道是昂六嘛，昂六。那如果是烧焦的味道叫昂少，哦，就是煮到干掉，已经有点焦了，叫昂少啊。食物如果放太久，还有一种是昂汁，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昂汁是那个煮饭呐，煮饭烧焦了，昂汁。哦，那不也跟昂少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它那个昂少是正要开始要烧焦了，那昂汁的话就是已经焦了。哦，昂汁，哦，有，这边有一个饭焦味这样子。饭焦味，对。昂汁，哇，好细哦，怎么那么细？对呀。昂少是正要差不多要准备要焦的那个之前了。哦，所以我们一般那个锅巴的味道就是昂汁，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是哦，锅巴的那个焦味，可是那个味道是香香的呢。那是国语讲的啊。阿美族的说法就是摆都就有一点熟了，有一点熟透焦的味道了，焦的味道了。那如果很焦的话，就是昂少嘛，已经焦到跟碳一样的这样。其实我知道是
那个安烧是煮肉啊，煮肉的时候就已经煮焦了。煮肉煮汤的汤类的煮烧，煮到没有水的意思是吗？对啊，对啊。哦，那大概了。好了，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不过我们有录音的哈，这个很好，我们把它分类出来。安醉是尿骚味啊！对，安醉是尿骚味，安醉，是尿骚味，尿骚味，对，安醉，那个大便味是那个嘛，安豆，对嘛，哎，这样就分得出来了。安豆喝，安地呢，就那个快烂掉的那个安地来多。哎，老师，那个肉啊，你怎么又讲一个快烂掉的？对呀，那个大便呢，已经水水的那种，什么味道？安地那个味道是安地的啊，有一点是。老师，我问你，狐臭是不是就是昂垫？狐臭？我们没有。狐臭，狐臭叫什么名话？昂垫，那个蔡中涵的字典是昂垫，狐臭了。我们也只有讲安多快这样啊，没有讲说什么的安地儿，狐臭味，汗臭味，要这样子归类的话，哎，要这样子归类的话，我们真的没意见呢，这样。没意见，我没有听过啊，没有昂垫一样的意思，它这个没有 n 啊，一样的意思，对啊。安垫儿，它其实跟刚刚那个字其实是雷同的。对，老师，你看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翻译哦，那个字啊，跟那个另外一个字典安垫一样的概念啊，一样的字，它这边的拼音不一样而已。好，那老师没关系，我们就大概先到这边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今天的主题哈，我们今天呢，我们来讨论到也是大自然的现象哈，月亮。我们讲月亮哈，弗拉，月亮出来了。马弗拉，我们一般bagai itu大自然现象的话，masamaan ko kafanaan mita to kafuladan itia ira ko masamana ko lemakno mita o tamlau 人类的反应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来哈。上弦月呢，还有下弦月呢。老师，我很好奇，我们阿美族有这样子分类吗？上弦月跟下弦月有这种分类吗？好像有，名字我想不到了。对呀，上弦月真的，阿力克有没有在了？阿力克他前阵子那个啦，就是那个第2次确诊了，他的喉咙坏掉。是，我现在就是很想知道那个清一代那个慢，那个我只知道说月切的时候了。月切怎么讲？他这边都是叫拉萨瓦，拉萨瓦拉烧，拉萨瓦，拉萨 L 萨瓦 WAS AD 对，是这样吗？消失是不是？对，沙万，他这个就是直接是消失的意思。月缺他这边会写，一般老人都会讲说乌拉萨瓦兰，乌拉萨瓦兰多，这样就是月缺。就是说他已经，老师
那个老人家形容的月缺是指是越来越小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月亮不是会有一个缺边像那个笑脸啦、眉毛那样的那个月缺，有时候有时候是这样的，一半的，有时候一半，它这个就会变得讲，有人讲会。所以老师那个他会不会需要完整的？比如说马拉萨瓦古弗拉，他需要这样讲吗？还是说你讲马拉萨瓦就可以了？比如没有，他会讲乌拉萨瓦，用乌啊。比如说，我那边的话，比如说月亮圆圆的时候啊，应该是嘎什么的了，盖绕绕啊努弗拉。盖绕绕，对，盖绕绕，对，盖绕绕，越远是盖绕绕。我们没关系，我们慢一点，我们先把刚刚那个马里盖老师的月缺是这样子吗？乌拉萨瓦，对，乌拉萨瓦，乌是分开的吗？还是连在一起？分开的。乌拉萨瓦，他直接把这个当成一个名词来使用哦。是，应该会有吧？但只是他们一般讲，那个太阳要怎么讲？那个月亮现在这个时候要怎么讲？他们就直接讲说乌拉萨瓦多这样，乌拉萨瓦多这样。怎么讲？再加一个多。它这个感觉是有点像形容词哈。有点像描述的状态。好，老师，那没关系。刚刚我们接着那个小白老师讲那个，老师你刚刚讲那个词叫什么？盖绕弯，弗拉，绕，圆圆的，绕还是 L？ 绕，盖绕，盖绕，R 啦 ，ERA，盖绕，努弗拉，对不对？绕，圆圆的，绕，前面要加一个盖绕，努弗拉，而且我们先专注这个字哈。圆，老师你的圆怎么讲？是绕哦。绕是灯具啊，不是R 啦，R 没有吗 ？R 刚刚用 R 好像没有呢。绕是圆的意思。绕有那个不知所措的感觉吗？绕那个是不一样啊，是有这个意思啊，不是绕吧？绕吗？绕啊，对啊。我加一没有这个字呢。绕。你用那个喉舌音看看它，绕。喉舌音在 R 的前面。绕，古弗拉。老师没关系，我们用这个查查看，说不定这个有。有了，是啊啦，绕啦，绕，绕，我们叫绕没有。对啦，有没有这个字？绕月圆呐，绕，绕，古弗拉。
他用 A 啊，月圆嘛，所以那个阿绕就是圆的意思嘛，哈。对呀，阿绕绕，也绕绕，哎，对，我们那边叫也绕绕啊，圆圆的。没关系，方言没关系，反正这个他那个绕有一样的发音就好了。我现在月圆嘛，想不到那个越圆越缺，上弦月下弦月嘎。刚刚这边前面有一个满月哈，满月就是张拉烂，对了，对，嘎张拉烂，嘎张拉烂呢，月缺又嘎张拉汉嘛还是嘎？张拉是什么？张拉是夏天呢，春天呢。月圆之夜哈，嘎张拉烂，张拉是什么意思啊？重新热一下食物，怎么差那么多？嘎张拉，有一首歌啊，就在叙述那个月圆呢。哎呀，有法律多大巴拉怎样？观在多大了呀？再来过来。这首歌，对。你给保不到吧？观在过大么大阿玛拉火罗多，不要，阿瓦过给哈诺哈米的老。他们老。对。反正你唱那么久，还没有到那个嘞。张拉汉嘛，张拉烂是念满月啊。浪就像很亮的意思嘛。很亮是了，对，很亮是了。满月当然会很亮啊。张拉对，满月很对亮。他有在去月圆的时候啊，当然是很亮啊。对，马郎那个的呀，很亮的意思啊。怎么？老师，我问一下哈，你看我们那个嘎张拉烂这个字啊，它的字根是重新热一下食物哦，是这个意思吗？张热了，你这样啊？等一下哦，我丢一下垃圾哈。张辣了。哎呦，我们这个是重新热一下，张辣了后感恩的，哎，讲没有辣了哈。浪塞不辣呢，浪呢？张辣，所以老师我问一下，张辣本身这个字有重新热一下食物的意思是不是？张辣没有张辣有我是听过，但是不知道他那个意思是原来是重新可以哦。也可以哦，可以这样讲啊，重新热一下食物。张拉人后过来弟弟，张拉人也是对哦，可以哦，可以这样的意思哈。对。所以为什么他这个张辣会变成是用在形容满月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就是说从头开始，就是把它变成那个完整的感觉，是重新热一下，让它变成热的才可以吃啊？是吧？能不能听我一下？好，哇，好久没听到，终于上来了。你们刚才说长辣的是重新热吗？对，是不是？应该不是吧？那重新热是把长二有这个字啊，长二，长二后，把长二后是吧？
那老师，那个李老师，我问一下，那张辣它本身的字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张辣是粤言呐，粤言呐。就它本身就是张辣了，张辣。所以中秋节大人就个张辣烂嘛。对对对。中秋是粤言呐。对对对。张辣是春季。春季。对，张辣，个张辣汉就是春季。春天呢？春天。哦，那老师那这个是不是有冲突啊？张辣烂是中秋节，那张辣又是春天，那不是有点？不是，张辣跟张辣儿不一样啊。哎，好，老师，等一下，我拼一下，尾巴是 H 是不是？张辣，对。哦，所以张辣汉的话就是春天嘛。对，春天呢。张辣烂就是中秋节。对，张辣烂是张辣是月圆的时候嘛。对。哦。所以老师，那个你那边的认知话，张辣本身是月圆的意思，没有那个重新热一下食物。老师，你看这个画面，蔡中涵的字典这边是讲重新热一下食物，它的字根的意思。张辣了。都，刚刚那个李老师这边有讲到哈，张辣了，他这边张二嘛，对，张二才是那个重新的热，重新再热一下，张二，是不是 GAR，CANGAR，对啊，张二哦，所以它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个尾巴应该是哦，对了，我记得张二就亮的意思，很亮了。张二这刚看亮是档案啊，档案是亮啊，张二亮，天亮了，档案是亮，档案是亮，对，还是档案不是了，档案，对，档案。对，档啊，这个字是，不过查不到这个字，这个字是那个亮的意思，是不是？档啊，对，很亮啊，亮的意思，档啊。改明你来拼一下哦 TAENGAD，你要拼下去。这个啦，有合色衣，是不是？对，光亮啊，对，很亮啊，有月亮的时候很亮啊，当啊那个乌鸦，对，当啊不到了，对不对？当啊那不到啊，中秋节的时候不是吗？那晚上就会很亮啊，当啊，来呀，这样。我请教一下哈，刚刚讲到那个重新热一下是当二是吗？后面是 GAR 吗？还是张二？对啊，张二。张二，哎，对，张二，哎，对，张二 CANGAR 是这个吗？
那个李老师，你看一下是这个字吗？张啊，哎，怎么是数字呢？有烤吗？有啊，烧烤的食物有没有？哦，对，张二任，是这个字吗？对，还是整个人呢？没有张二没有错啊，把张二前面有加个炸了，张二就这样而已啊。那个老人会说把张二任好，他说把张二任好这样，就热一下的意思吗？对，哦，把张啊，是所以把张啊李老师任，你那个要热一下是这个字吗？还是不是这个字？是这个字，不是这个字，把张就张二而已啊，把张二任好这样。把前面加一个把张啊任，把张二任，对，好像没有这个字哎，就是好像要有红张啊，好像就这样，不然就是刚刚那个字啊。对，不是张辣 CANGEL张恩辣有了，张辣还是满月，张恩辣是那个拿份那个要煮剩下的菜。张辣哦，这个字啊，谢谢那个信义，谢谢哦，张有一个啦，张辣，对，小白老师，对，那个李老师，你讲的是不是这个字？张辣，不是呢，是吗？张二热吗？在前面，张二。没有，老师，李老师，因为你刚讲那个字典查不到了，现在信燕提到这个字跟你刚刚那个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吗？就是剩菜再热一下，是这个意思。明念的问题了。应该会不会是方言别？那个老师你那边会不会？哎，凯明，这个是有方言别啦。对啦，应该是啦。对。好，现在张辣了。对。哦，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话，再热一下就要把它灯好，这样啊。对呀，所以这个应该是有，你看这个字哈，你们看一下这个画面上这个字哈，原则上哈，那个阿美族的拼音哈，你看这个 NGL 对不对？这个逻辑应该不通，因为子音不能直接加子音啊。所以刚刚信燕讲那个字哈，就是它多了一个一，这样才对啦。对啊，这个才是子音加母音，子音加母音这样。对，应该是这个字。好，没关系，因为我们老师你们的词汇量太多了，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个了。对，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原来的，就是说，哎，李老师你出现之后，那个刚刚那个小白老师的问题是，我们阿美族有没有上弦乐下弦乐这种说法？应该有呢，我忘了。忘了。对，有的一种，上弦越圆越缺啊，越圆越缺啊，上弦越下弦。那个李老师，你看一下第3个跟第4个的说法是不是正确的？越缺是乌拉沙瓦杜，讲越缺。越圆是阿劳什么？阿拉萨瓦杜。马拉萨瓦好像是不知道呢，马拉萨瓦好像是公开嘛。这个要值得去问了。再问一下好了，因为我知道
这个老人哦，为什么呢？就看那个月亮是这样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我的萨瓦多这样。哦，还起来，没得等来，不该等来过度还起来，月缺的时候。那萨瓦，哎，你讲的他们马拉萨瓦都变成没有了呢，怎么还会有？哦，老师，你的马拉萨瓦杜就感觉月亮已经不见了，是不是？对呀，这边是乌拉萨瓦杜的乌，切应该是那个切应该不是这样的。对呀，这个要问了，这个要问了。好，越圆越缺。那个李老师，你都是耆老的，你要问谁？不是？还有哈，那个马拉萨瓦应该跟没有月亮的那个空间呐，叫你看那个老人时常会说拿火把去米拉格劳，他是利用在没有月亮的时候，他们有说法。所以老师，你刚讲没有月亮的时候，拿那个火要去海边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说法怎么？河边那怎么讲？没有月亮怎么讲？乌拉，乌拉，直接这样讲了。Tu'am. Katu'man to. Katu'man 的 tu'am。哦，暗的这样。对。可能字典可能也没有。对，这个感觉好像就是暗暗的意思嘛，就是不要有月亮。tu'am是。对啊 ，tu'am。tu'am 就是暗暗的嘛，对不对？对呀。tu'am 慢嘛 ，tu'am。没有慢 ，tu'am。当然也有了 ，katu'man 这样的。tu'am。Katu'man。哎呦，又不一样的解释了。tu'am。就怎么拼啊？你们帮我拼一下。tu'am。对啊 tu'am 就有一点昏暗呐，是吗？哦，这样子啦。哎，tu'am 怎么会变成云呢？tu'am。所以tu'am本来就是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云啊，在上面把太阳给它遮住了啊，所以那个天气就会昏暗呐。哦，它的逻辑是这样。哦，所以tu'am本身是云的意思，是不是？这好像是中部阿美的说法吧，秀姑兰西的。哦，tu'am 就是云啊。所以在海岸这一边呢，tu'am就是在月亮没有月亮出现的时候，等于是这天空是暗黑的。可是秀姑兰西没有讲这个 tu'am 是吗？也就是秀姑兰西的云怎么说？那个这不一时想不起来。现在我想到就在撒黑尔，对，撒黑尔。那 tu'am 大概是南边这一边的吧 ？tu'am 对啊 ，tu'am 是暗，没有错。对，光中这一边呐，暗。所以在老人时常会到河边去抓螃蟹之类的，他一定要有火把，因为如果有月亮，它不会出现。没有月亮的这段时间，它会出现。所以会习惯在那个时间嘛，tu'am 他会这样讲。不是古邓，我不知道了。这两种找找看，古邓。
老师，我那个李老师，我现在把那个另外一个字典查，把云啊各部落的说法，它现在就在荧幕上面，你看一下。海岸的云好像叫做 Garfit， 对不对？对，叫 Garfit。秀姑峦的叫 O'or。啊，他们叫 O'or。对啊，那马兰的好像就叫 Du'um， 马兰的 Du'um。好，对啊，秀姑峦还有一种叫 Zahid 有啊。Zahid 也有，对 Zahid。对，秀姑峦也叫 Zahid 也叫 O'or 是雾，你知道吗？是那个。或者是那个从地下爬哦，是雾啦，翻成云就比较没有那么精准了，是不是？对，或者是从地下光照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那个那个叫什么？也是算云层吧？路层会上去啊。对，雾，对，没有错，雾啊，有那个云其实有。在海岸哈，雾是什么？偶尔是在夏天也好，半夜吹的冷风啊，那个叫偶尔，尤其是春季早上起来草会有这些露珠啊，都叫偶尔产生的。哦，对，那这有雾呢？雾它是飘在天上，可是它会很低，因为有水汽嘛，会很低，人经过的时候。莲会飘过的，会凉凉的，有水汽，那个叫扎鲁巴族，雾叫扎鲁巴族。有看到了，扎鲁巴族，对不对？对，这个是比较精切的说法了。扎鲁巴族是雾，你碰到的时候，它不是很高，很高的是云，叫嘎利。雾因为有水汽，所以很低，飘在地面上，你碰到会凉凉的，那个叫扎鲁法族。那偶尔是夏天都有，因为你看夏天杀猪的时候，大人说把偶尔就是放在外面弄一个主架，把吃过的猪肉还剩下的摆在上面。让它有一点湿气了，叫把偶了啊，它会半夜会这个凉凉的风啊。让它湿气。对，是不是才不会昂溜啊？对啊，你放在厨房会昂溜啊。偶尔是让它凉嘛，偶尔是有一点冰嘛。对。那个要喝水的时候也要把偶润这样啊。对，第二天喝的时候比较冰啊。所以那个雾不能，我们那边不叫偶尔，我们叫扎鲁法族，就是你碰到会凉凉的，它形成就是跟云一样，但是它会很低啊。就在澎湖时常会有一件，我当兵时常会这样子啊，这个叫扎鲁法族。那老师，我问一下，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讲那个国语中文的叫山岚，就是山上看到那个云嘛，山岚。对，会用哪一个字？山岚应该是雾吧？就是雾的哦。很低的话，你看山腰上都有的，那个就是雾啊。所以我们就会用扎鲁法族这个字吗？对，扎鲁法族就会用这个，就用扎鲁法族这样子。对，因为它有水分嘛，会很低啊。那在上面靠近很地面的，就是贴在地面上的那个凉凉的那个叫偶是不是？贴在地面上。不是扎鲁法族。偶老师，你它是比较是属于什么时候的？偶是，也许是因为半夜的时候它会凉嘛，那个冷的空气。里面会带水分，也叫偶尔。然后还有就是说，在那个草上的水珠啊，也就叫偶尔。露水啦，露水。对，露水。露水，对，露水哦。所以湿气状产生的现象，我们会用偶来形容，对不对？对。所以它其实翻成云很不准，对不对？对，不准呐，用云不准呐。那至于
在天空上飘的那个，还不至于到地下的，还在飘，那个就叫扎鲁法柱。哦，扎鲁法柱，扎鲁法柱。所以扎 hip 或者是 dom 就是在天空的，我们才会这样形容。对对，就这个 hip 嘛，天空上的。dom 也是嘛，dom 也是天上飞的。对，我们那边是偶尔是天上飞的。古邓也是啊。古邓，哎，老师那个你这个是那个南斯阿美的古邓。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帮你画一下。我们是用古邓来说，古邓，哎，语音是古邓。古邓，所以老师你们天上飞的叫古邓，对不对？那地上的呢，就是说你们怎么讲？地上那个就是偶啦。哦，那我这样我理解了。哎，对，入水刚刚讲的入水。南市有没有扎鲁法柱的说法？有啊有啊，那个是雾啊，扎鲁法柱。哦，你们直接讲雾哦。哦，对。OK， 其实我们这个云是下一个主题的，因为你们讨论那么热烈，我就想到我们的月亮都还没有讲完，你们就跑上弦月下弦月了。月亮就在那个古邓在海岸这一边它并不是形容这个云的那个样子，而是讲有云之后的那个空间黑的古邓，因为是云产生的黑遮住了太阳，它并不是讲云就是海岸这一边的说法了。所以古邓，那么古邓古罗米亚就是天空是黑的，而是因为是云造成的，它并不是说古邓是云。海岸这边不讲是这个，因为云叫的古邓字比较是说云遮住了那个阳光，变成暗的黑暗的。对，那个空间是暗的，它是形容空间。对。所以老师那个海岸线常常会有那种云遮住阳光嘛，那个整片山都变黑色的，我们会说马古登古拉鲁都不会这样讲吗？不是，那是部分的，不是所谓的古邓是整个天空。整个天空我懂。对，空间是暗的。如果说太阳已经下山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叫怎么形容？那个是午夜的古啦，黄昏啊，黄昏叫什么？马泽任都古奇达。好像有呢，老师，我们又回到太阳了我们好像有提到还有我们的月亮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傍晚，你们看13跟14有啊。第13就是比责任慢努几下，对啊，那是傍晚啦。还有一个黄昏还是亮亮的老师还有11，你们看11。嘎格勒曼黄昏，对啦，嘎格勒曼，对，老师，我们还是集中在月亮啊！你们一下跑到云，一下跑到太阳。我们回到第5点那个我们再问一下李老师，你刚刚讲多闷就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吗？第5点，对，古邓，多闷，多暗，是暗的，就是暗的意思，是不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你的声音出不来你的麦克风没有关，但是你没有声音。李老师可能那边他声音出不来。刚刚李老师的意思是说，他们去那个河边抓东西的时候，要等那个什么天完全黑的时候，他才可以拿那个火把去抓那些虾鱼，所以他形容那个天完全黑的时候才可以去抓那些东西。是暗，对啊，暗，所以应该是全黑的意思，对不对？对，全黑的意思，所以他这边形容成没有月亮的时候，就是会全黑的意思，是不是？对啊，可以。对啊。
应该是啦。那个李老师应该要形容这个。李老师，如果你声音出不来，我教你，你就是重新登出再登录这样。哦，有了哈。好，李老师，你看你的第5个，刚刚你讲的读 M， 就是你刚刚讲是说没有月亮的时候，就是全黑的意思吗？对啊，暗暗的啦。全黑是刚才讲的。对。没有月亮应该不是这样的样子。对，老师，那你的读 M 是怎么解释？刚才我讲的读 M 是在云遮住了太阳之后所造成的空间的暗。那老师，那跟月亮其实就没有关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月亮好像是古邓的意思。哎呦，用古邓哦。是不是这样？我现在都忘了呢。忘了，老师你不可以忘记，你忘记我们没有答案的呢。对啊。因为那个大人时常，我小的时候，大人会带着，在没有月亮的时候，他会讲那句话，然后米拉格劳吉达就去河边去了，拿个火把就到河边去捡螃蟹啊，赶蜜之类的。所以老师你忘记前面那一句话了。很相近啦，很相近啦。古邓读 M 还是读 M 还是？老师，其实那个读 M 跟古邓嘛，你听起来就是方言别的问题，它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对啊，大概是吧。对，所以老人家会说天很黑了，我们现在可以去河边开始抓东西了嘛？是不是应该是这个逻辑？不是，天很黑了是满豆，不是，应该不能这种说法，应该说没有月亮的当晚。那要怎么讲？要怎么？对呀，不是古邓嘛？古邓有没有古邓这个词？有啊，刚刚老师有这个字啊，古邓那个南斯阿美的那个云的讲法啊。是哦。对。伤脑筋了。对啊，古邓。对呀。所以老师你忘记了，好，没关系，老师我们这个就暂时，这个我把它框起来哦。下次你想起来的时候再把它。古邓。好，老师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动作，叫做说，一旦那个月亮都不见了之后，你刚刚讲的那个字就是拿着火把，你再讲一遍那个字怎么念？对吗？就是去拿火把去河边抓东西。米拉格劳。对，Milagro。对嘛？是这个字哈，Milagro哈，这个对。老师以前应该是没有灯光，是用火把嘛，对不对？对，都用火把。对。Milagro。好，所以阿美族人会在月亮全部消失的时候，整个很暗的时候，会用米拉格劳的方式去河边抓鱼。对，没错，抓螃蟹啦。去海边也是吗？就是反应了。也是啊，去海边也是啊。OK。所以他要归类在那个人的反应那边吧？对，他现在是在右边的，在人的反应。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件事，那夜间去河边或海边抓那些鱼虾的话，不是危险性更高吗？不是看不清楚？是啊，不会啦，到了晚上哦，你拉格劳的时候，只有看到那个灯光下的东西啊。所以是沿着海岸或河岸，不会下水，对不对？要下水啊。要下水哦。对，抓螃蟹怎么不下水呢？会潜水吗？还是只是说在比较浅的地方抓？会潜下去的。浅的地方啊，山上也是会这样啊，在山上也是会这样啊。来，我跟你讲了哈，在河边哈，水应该是不是很深啦，而且是不急呀，很急的话你也看不清楚啦。
膝盖以下了，膝盖以下了。对对对，当然了，深一点的，你到小腿这边，如果很平静，还是可以看得到啦。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会潜到水里面，不会潜水，对不对？哦，没有潜水，没有。那火把怎么办？对呀，对呀。一般的格都是比较浅的，然后或者是在地面上，或地面上没有水的都叫了格了。也不是很急哦，水不是很急。所以它不会潜到水里。那这样我理解了这个逻辑。好，那还有没有？我们如果晚上没有月亮的时候，还会做除了米拉格劳之外，还会做什么事啊？采那个啊，夺人家的那个蔬菜叶啊，地瓜叶啊，你大高加拉菲，有啊，捡瓜牛啊，米祖木里。老师那个偷东西的，我们先不讲，我们先讲秀兰老师讲，我们在全黑的时候会去捡瓜牛是吗？对对对，米卡祖木里。会哦，全黑怎么看得到？有灯光啊，打灯光啊，米拉格劳啊。老师那个就是米拉格劳的动作嘛，是吗？对对对，那没关系，那个是同样的概念就不用了。如果它也是米拉格劳的一部分就不用了。对，还会做什么事情？除了睡觉之外，还会做别的事吗？好喉咙了，好喉咙啊！米喉咙是不是聊天？是不是？对，对，有啦，上面有了。有了。马拉喉咙了，还是米喉咙？我们有互相的意思啊。要聊天的话，应该两个人以上。马拉喉咙了。好啊，我们把它加一下。互相嘛，互相马拉。聊天应该是互相讲话了。对，马拉喉咙。捣米啊，对啊，没错啊。老师，你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选择在那个什么那个月亮出来的时候捣米啊？其实夜光啊，在捣米，因为有那个月亮很亮的时候，那这边捣米是比较可以看得到啊。白天为什么不在白天捣就好？工作也会很热啊。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我懂了，白天太热了。对，就利用晚上来捣啊。对，我想起来了。对。好，老师还有吗？我们这个月亮、月圆跟月缺，我们的阿美族人会做什么事情？还有没有别的？好像月亮的比较少。还有啊，有月亮说明，收割稻谷的时候米巴奈。米巴奈老师在晚上嘞。对，有月亮的时候。老师，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会选择？为了赶工，怕说一到下雨的话，稻子成熟了很危险，所以趁有月亮的时候赶快收割。米巴奈。老师，你讲的稻子很成熟危险，是因为怕鸟吃掉，还是怕人偷走？不是下雨的时候容易会倒下去会发芽，所以趁有月亮的时候，没有下雨，赶快收割。赶工啊！李老师应该 OK 啊。我们还有在晚上是你把法律都搬来介绍。如果我们割好的时候，你把法律都搬来都来干咩？把法律，我都把红菇介绍，可是没有过，以前没有红菇啊的啊，那你风筛那个叫风筛啊，还风筛哈。风筛怎么讲？把法律就这样哦。对，把法律把法律都搬来这样子哦。法律风啊，风筛，对了，把法律都搬来，
中文叫做给稻子吹风的意思吗？对呀，对呀，用那个红鼓啊、风鼓啊，类似风鼓的意思了，但是呢，他没有那时候我们没有风鼓嘛，没有风鼓的话就用这个方式啊，然后用口哨在吹。这个都是晚上我们都会做的事情，是不是？不一定啊，晚上做的事啊，晚上做的事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给阿美族人是晚上都会做这个，把稻子拿来给，就是把它烘干的意思嘛，对不对？不是烘干，不是烘干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稻谷有很多的那个细的那个粘在它上面的一些草就是它们那个稻谷的那个怎么讲呢？也把那的那个稻梗啊，稻梗会粘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手这样吹的时候呢，顺便用口哨在那边吹的时候，那个风就来了，然后把谷子一这样吹的时候，那个举高，被吹走了，有一点风塞的意思了。那个不饱满的稻谷不饱满的稻谷跟它的杂草，就是叶子，趁这个时候用风去吹，轻的就会筛掉，重的就在你的面前掉下去。哦，它有点是做一个利用风的原理去筛选好的稻子，是不是？就跟风谷一样。对。哦。老师，我们这个年代可能没有经历过了，对不对？没有。所以这叫做风筛嘛，对不对？对，风筛没有错，风筛没有错。所以以前没有。老师，刚刚那个小白老师，你说以前没有什么机器，你刚刚讲那个叫什么？风鼓。风鼓哦，所以它的原理就是利用风的原理去筛选那个稻子，是不是？对，这个很像是用鼓风机嘛。鼓风机，真的没有概念呢。因为鼓风机它就去用手动的了，鼓风机是用手动的，鼓风机是用手动，然后呢，从上面放那个稻子下去的时候，那个风就把重的留在原地，轻的就吹走，这样了。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时候过去的阿美族没有那个鼓风机嘛，就透过夜晚的时候，然后顺便吹口哨，叫风过来吹，这样。老师，那个鼓风机是稻谷的谷嘛，对不对？对，不是哦，那个打鼓的鼓，打鼓的鼓哦，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我看，对。哦，原来它这个是稻谷的谷，稻谷的谷。哦，稻谷的谷。哦，原来是这个，好像我小时候有看过呢。现在还是有人当古董啊。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哦。对，鼓风机。哦，所以就是它就是有点是分离那个轻跟重的稻子的一个原理，对不对？对，没有错。好，那我们回到原来的，就是说阿美族人以前没有鼓风机，他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利用风来把那些比较重的留下来，比较轻的杂质或者是不成熟的吹掉，这样子。对，就是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做那个筛选啊。晚上都会有这个方式了。那白天就还要继续割稻啊，白天比较没有那么的，很少在用了。老师会不会不小心那个连好的稻子都被吹走了？一般不会的，不会哈，很少了。他算的那么准哦，就是说晚上的风只会吹那些杂质，然后好的吹不走，这样那么厉害。OK， 好，那我们还有没有？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个月亮月圆的时候，
比较亮的时候，或月缺，或者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我们阿美族人还会做什么事情？有那个打谷子啊，就是说把那直接带回家以后啊，还是有我们那个叫做糯米的米会从那个稻田割稻以后带回家，直接用打的哦，么难的么？八米八，你八，啊，米八，哦，有了，那个有，对呀，直接割完以后呢，就带到那个场地那边，广场那边，用那个木棍这样打了米八了，米八，还更mana kuno米八字，有时候是那个黑豆啦。我看到的是老师，你讲的是不是这个字？米八字，对，就是打稻谷。对，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那个它的壳给它脱落，是不是？不是壳哦，是把那个它粘在那个上面的话，粘在里边的那个稻草，粘在稻草上的了。比如说我们稻谷我们全部割下来，从上面往割下来的时候，它直接一把一把的带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广场上的时候，就用木鞭打一打，这样让那个脱离了，跟那个稻草脱离了。稻草是跟稻草脱离对，有时候不一定是那个稻子啊，有时候是那个黄豆啊，有时候是什么的？对呀，黑豆啊，都可以。当时的用那个收获了。老师，那我问一下，米八字为什么不选择在白天呢？又是选择在晚上？因为它那个晚上也是一样，第一个比较凉了，第二个比较不要用那么强的光亮度啊，来看到那些东西，随便打都可以啊，都会脱落啊。老师，你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你打出去的脏东西看不到，这样飞到人家家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吗？我在家自家的那个什么晒谷场啊，自己家的庭院啊，就在那边打，比较集中啊。对呀。所以选择晚上打主要的目的，我还是没有理解的，是说比较凉，还有别的功能吗？除了比较凉，也是用怕下雨了。说实在也是怕下雨了，因为为什么晚上打的话，因为你怕下雨，明天早上又下雨的话，你割回来的那些稻草，全部都会湿掉了。所以呢，与其不如现在就赶快割一割，白天割，晚上就赶快打一打，这样不要等到明天再打。所以马里克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说以前的阿美族人，他们就是有白天的工作，那晚上如果天气好的状况下，就会利用时间做打稻谷的动作，这样是这个意思吗？是啊，是没有错啊。OK。所以其实你说白天打也可以的，除非他白天没事嘛。是。但是白天通常要去割稻种稻嘛，对不对？没有错。OK， 那我这样我理解。还有没有？就是说月亮出来或月亮有了那个米八之后啊，有的人是要用米皮袋嘛，就给它塞嘛，像那个风塞啊，或是怎么塞，那个用塞子啊，米皮袋，笔袋。老师这个字对不对？
皮带，哎，就塞啊，塞米啊，塞米嘛，塞谷子，哎，也要有这所个动作。以老师，你讲这个米皮带也是在晚上做吗？哎，也可以做啊，就尤其月亮大的时候，亮亮的啊，嗯，米达不是，米达不是，米皮带米达不是，哎，都是米达贝斯啦，米达贝斯不是米达贝斯，米达不是，对啊，哎，米达不贝是，对啊，斯，嗯，米达贝斯，好，我打一下，等我一下哈。米达不是，米达贝斯，嗯 PES， 对米达，PE 是米达不 bus 是，还是 bus？ ，P，哦，啊 bus， 哎对，就是把那个康什么那个叫壳哦去掉吗？那时候还没有。跟那个米皮带的动作差不多啊，都是把杂物啊给它去掉嘛，啊，并不是那个那个糠皮呀，不是啊，就是把那个塞好以后，你打不是就给它弗了马拉稻米了马拉弗拉多，所以这两个米皮带跟米达 bus 的意思是一样的哈。对，跟那个什么，只是工具不同啊，使用方法也不同。米达 bus 是有用工具吗？啊，有啊，所以它的功能一样，但是它的做法不一样。对，他们的目标做的就是要把那个稻子变成都是那不是米啦，就是那个把奈呀谷子啊，纯粹的谷子，哎，或者是说黄豆啊、黑豆啊，把它弄之后，你一定要做那个米达布斯的动作啊，那个是最后一道的工作嘛。对了，米达不是也是在把那个糠皮去掉，也有这样的意思的，达不是。那个老师，你们看哦，他这个例句哈，米达 bus 吉那都他这个是用什么用那个叫什么旧吗？这怎么念呢？装，对对对，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捣米变成吃的那个米哦。啊，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那个什么巴奈呀，还不是米啊，还不是米呢。哎 ，OK， 是啊，如果是讲说米的话，就已经白白的嘛。对，不是米的话叫巴奈呀，啊，国语叫什么？所以老师你讲的那个米就是 flux 嘛，对不对？白白的。对，米粒啊。好，那老师我来做最后一个确认哦。我们用米皮带的时候用筛子是它的工具嘛？没错哈。对。那米达 bus 的工具是什么？哈达 bus， 我们叫哈达 bus， 没关系。它的工具是什么？哈达 bus， 你们那边叫什么？比较大那个叫什么啊？有的时候啊。它的那个孔更细了，打不死它的孔更细了，也是长得像筛子吗？对，它也是像筛子。我跟你讲啦，米达不是它并没有孔，它是从前面一粒也是跟这个轻跟重，它是并没有把那个重的实体的丢到外面，打不是这样。打不是把轻的就是像那个米糠啊之类的，然后弄到外面去你一咬的时候弄到外面，然后真正重的需要的还是留在那个篮子里面，叫米达不是。皮带呢，它是有孔的，
笔袋是有孔的你这样一转一转的时候，那些细的比较小的就会落下去了，留下来就是那个稻谷。这是米，是不一样啦。大不是它是没有孔的啦。对，这样我懂那个逻辑了。所以你笔袋的话就是有孔，那你这样子塞一塞的话，就会有东西掉下来。但是你打 bus 的话是没有孔，你这样塞一塞，它就会飞掉嘛，它轻的就会飞掉，这样。对。同样是塞子啦，一个有孔，一个没有孔啦。对了，对，没有错。对，你打 bus 不会用在谷子这边了，谷子这边就有风谷而已啦，风谷。然后你就打桩嘛，就是你把它弄成米之后呢，这个时候打 bus 就用到了。对，这样逻辑就对了，对。所以那个一般米笔袋的话是谷物没有错，但是你打 bus 应该是用米了，已经是熟的。对。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是豆类的话因为会掺杂一些干的叶子，也可以用米打 bus。对，没有错。月亮对，回来还有没有？老师，重点是你打 bus 也是在晚上做的动作吗？也是挑晚上？不一定啦，不一定。有时候是割稻当天会做，或是在出米的时候是吧？就是变成那个米的时候从谷子到米的时候，出米的时候，那时候晚上都可以加班了。以前都有，就晚上不一定只休息，也会工作。对，第二天还有另外的工作那一般这种米达不是都是在家里，白天都到外面工作了。对。所以阿美族人就是很崇尚这种勤劳的观念嘛。如果晚上还在工作，很怪呢。所以这个是既定的，本来就有的观念大部分我觉得。所以阿美族人那个休闲的时间，以前都会选择在什么时候如果晚上也要工作的话，是有季节性吗？像这个是不是农忙期间的话，晚上也要工作？非农忙期间的话，就不一定这样子。对，没有错。以月亮的那个时候，都会用这个我们现在以上的这些就是人类的反应了。都会过去阿美族是没有特定休息的时间所以有一句话嘛，休息叫什么？应该都记住嘛，把阿里瓦站。礼拜天。把阿里瓦站是休息时间，阿里瓦是什么呢？跳过的意思。把阿里瓦站就跳过了这件事情休息，叫把阿里瓦站，没有特定的时间休息了。农闲就休息把阿里瓦站。是不是这个字把阿里瓦站，对。阿里瓦，所以假日阿美族人的那个放假就是阿里瓦，是不是？对，休息了，休息时间。那阿里瓦的字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跳过的意思跳过就是说不用工作的时间的意思吗？对。那老师，我想问一下，阿美族人不用工作的时间，到底大部分是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季节？其实，在农闲的时候了，农闲的时候，大概几月？就割完稻。割完稻这个原住民一天到晚都在忙。对其实不是这样啦那每一天都有事情做了，可是你要因为特殊的事情的时候就跳过了你正常的工作，就叫做
阿里瓦兹。哦，那这边是讲竹子的尖端。对，它这个原来的意思，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用竹子的尖端来形容成就是放假的意思，有特别的意涵吗？阿里瓦 no hour。对呀，hour 的尖端哦。是不是就是事情做完了，就是到尖端的意思？有这个意涵吗？有这个意涵呐。哦，所以竹子的整段就是工作期间嘛，竹子的尖端就结束了，就是阿里瓦兹这样子。那个就是放假很难呢，很难连结呢。对，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很难连接到那个竹子那边。我记得那个竹子的那个阿拉啦，你看它的枝啊，阿拉啦或是什么阿雷瓦子，没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原因，我们慢慢再想哦。那现在就是说，回到我们刚刚这个，就是对啦，就是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说阿美族人哦，就是说在农闲的时候才会有机会休息嘛，在农忙的时候，通常连晚上都会找时间去做农务的工作，对不对？对。那大部分都是农闲的时候，都是白天没有做完的事情都带回家做啊。那阿美族人在农忙期间嘛，农闲的时候，对不起，就是说农忙结束或者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不会去捕鱼或狩猎这个动作吗？那要看季节呢。对啊。看季节，我们阿美族的那个农忙期间跟狩猎或者是渔猎的时间会不会冲突，还是重叠的？都不会了，应该不会重叠，不会了，不会重叠，不会重叠的。因为他们也是知道说，在农忙的时候啊，我不该做什么，不会是这个时候，农忙完了以后，他就会把格浪啊。是自己家里人去捕鱼啊，或者是去山上打猎啊。那我们阿美族的那个捕鱼季啊，就是跟农忙期间是错开的嘛？没有错。对，是错开的，是错开的。抓飞蚁的时候哈，是在哪里？是在5月的时间呢。5月。对。5月的。对，5月台风还没有到，但是稻子嘛也正在有包包了，正在长大中的。对。所以我们的有错开。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阿美族人啊，就是有那个捕鱼季嘛，有没有狩猎季或者是狩猎的期间有这个概念吗？因为一般人都觉得阿美族人不会狩猎。我们狩猎的状况哦，我们是丰年祭之前呢，丰年祭前一个礼拜或是2个礼拜这样嘛，我们会有一个狩猎的动作，全村的哦，全天光里的，然后用那个嘎斯拉啦，那个嘎布达。就会分配那个山上，你从那边走到哪边，从哪边到哪边这样啊，在哪边汇合这样，我们会这样啊。以前是这样啊，到后来的。你们电光部落的狩猎的期间，只有在丰年祭的前一段，其他时间会吗？有的话自己去啊。自己家里啊，或是所以变成那个打猎这个动作是属于个人家庭的，跟部落的资源没有关系，是不是？对，没有关系。那捕鱼这个动作是一定是团体的，是不是？
那个是不会了，也不一定了，也不一定哦。这个看自己家里人农忙期结束后，自己家人就会去打鱼啊，这样不一定的。好，那了解。我只是好奇了，因为不太能够理解阿美族的那个春夏秋冬个别在忙什么，顺便问一下。好了，老师，我们这个先到这边哦，我们往下，因为刚刚你们刚好就讲到云哦，老师你们就把刚刚的云的词汇，我们再念一遍。还有什么？咖喱，我们那边都叫我了，咖喱嘛，我不打风咖喱了是。咖喱。海岸这一边为什么叫咖喱？它是一种形容词，是名词啦，然后可以当成形容词，因为他说是你弄脏了天空，叫咖喱。污点，咖喱就是污点，所以老师这个咖喱会不会比较是形容乌云啊？名词是咖喱是乌云。是乌云嘛，对不对？对啊，咖喱一般对人体的脏就是一个形容嘛，所以它形容天空，形容天空被云弄脏了。所以咖喱直接翻成乌云是不是很精准？对，因为你翻成云的话，感觉好像它也不是云，它是比较是偏黑色的云嘛，对不对？对，就有点像污点弄脏了天空的意思。所以咖喱如果是形容在人身上是污点的概念，对，脏的东西粘在身上这样。对。那老师，我们如果形容说你的人生有污点，比如说你有犯错啊，你有坐牢啊，也叫咖喱吗？没有用这个。没有这样讲。马欧宁。欧宁直接讲欧宁对，直接讲到欧宁。OK， 好，还有没有别的说法？我们把刚刚之前有提的，我们再把它写上去。云呢？那个啦，我刚刚有我们那个什么南势阿美的啦。对，这是昏暗，好不好？古邓嘛，刚刚有提到。古邓，还有呢，我们的家都叫鹅了。鹅的哈，那个鹅云。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有鹅。对呀。它怎么都会变这个字体，没关系，我们先打。所以小白老师，你们这个鹅是泛指通称云，对不对？对。所有的云都叫鹅这样子。对。所以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云吗？还是有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那个露水啊。露水原来的意思是露水没有错。它这个多一个字。为什么找不到啊？我有拼错吗？还是对呀。那个好声音要在后面呢。有这个小朋友这个。你饿了，弄在嘴巴，你饿。没有，他没有这个字呢。有这个字，你刚刚看到了。
只有一个喉塞音嘛。所以刚刚那个马里克老师你说 or 本身就是露水的意思嘛，对不对？露水，是，对。or 是比较贴近地面的云，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吗？就是比较是湿气啊、雾啊这种概念。对。刚刚那个李老师有提到一个那个叫什么去了？那个也是啊。怎么讲去了？没有啦，我的说法是海岸这一边呢、贴在地面上的雾叫扎鲁发祝福。哦，对。对了，扎鲁发。我看我们刚刚其实也有讲到扎鲁发祝，对不对？对，扎鲁发祝。有没有那个？那你字典查查看，扎鲁发祝。应该有那个另外一个字典有那个蔡宗涵的字典应该就有啦。雾，它直接翻成雾了啦。对，雾，那个它不是很高很高的那种雾，然后你碰到脸会凉凉的，有雾气。对。有扎鲁发祝。那老师，我们一般讲那个or 跟扎鲁发祝，会不会这两个意思很像啊？不一样，在我这一边的说法是不一样。所谓or 有两种，一个是半夜的时候，就是风吹的那种凉风啊。那形容词其实看不到，你也摸不到，它是一种感觉啦。半夜时候会吹凉风，凉的。然后还有就是在早上地面上潮的地方有附着露水的，就叫or了。因为它本来的意思就叫露水嘛，对，露水叫or了，那是海岸这一边的说法了。OK， 都可以。还有没有别的说法？我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读 M 嘛。读 M， 对。那个秀兰老师，你们那边的读 M 你怎么解释？我们没有啦，那是马兰阿美的啦。马兰的也是云的意思嘛？对。那个小白老师，你那边比较接近马兰嘛？你们这个读 M 也是就是云的意思哈？没有呢，是讲那个谁，那个太阳已经下山了，就那个空间的暗暗的感觉，暗暗的那个地方形容成对，那个是没读过路边就对那个现场有没有马兰的？就是说读 M 是云的通称。知道呢，我们也是叫有一点暗的意思啊，读 M， 就是那个空间啊，读 M， 不是云啊，云的名称有没有？对，有云的意思吗？比较没有啦，是讲那个空间暗暗的啦。对，那个老人是常讲，哎妈，读 M 都过路面啊，因为云很厚啦，有的时候云很厚的时候，或者是到黄昏的一段时间。你看那个蔡宗涵的字典哦，他这个读 M， 他的中文翻译就直接翻成云了。你看他因为蔡宗涵应该比较靠近马兰嘛，他们应该算马兰的。是。他这个说，你看伊拉爱古读 M 伊嘎嘎啦样，有没有这个？他就说天上有云啊，那个读 M 就直接翻成是。所以是不是就他们马兰的就是云的意思？方言别了啦，应该就是方言别了哈。还有没有？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扎 hit，
啊，对了，Zahid是通称吗？是我们阿美族各部落通称的吗？没有，我们吉古兰西也是这样，吉古兰西而已啊。哦，那老师那个海岸的 Zahid 有没有意思啊？有啊，那个芋头的梗啊，晒干以后，芋头的梗啊，芋头的梗哦。对，不是晒干吗？然后切一小段一小段，然后放在瓶子里面，跟辣椒啊，什么竹笋啊，还有什么花生腌在一起，那个东西就是梗，就是 Zahid 哦。所以我们海岸的部分不会把 Zahid 当成是云的概念嘛，对不对？没有。哦，那这真的是方言别。Zahid。好，那差不多，我们都把那个相关的云的词汇把它标出来那我们现在做第二个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一般来讲，云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就是会下雨嘛，对不对？是吗？阿美族人看到云出来是会想到第一件事是下雨吗？对。那它出来的云层的乌云吗？乌云的话，当然就毛了多啊。我想问一下，各部落的方言别的乌云都是 Gasip 吗？应该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多有嘛对啊，我们的正常的概念应该是乌云出来的时候才会下雨嘛，不一定是云哦，要乌云。那这个部落是用 Gasip 来形容吗？还是有别的字？我现在想到我那个大姑妈有讲过那个多嘛，啦一个节目matama itu ko makakarayan mamaoras to kita sa 开明，那个嘎利塔在海岸这边不是乌云啊，只要是云就是嘎利。哦，只要是云都是嘎利就对了哈。对，所以那个乌要去掉哦。OK， 我来，对，应该是啦。不过你看这个蔡宗涵的字典就是写乌云呢。那老师，我们海岸的那个乌云的话，你会怎么讲？是乌宁吗？不会吗？一般都是用形容方式叫马古邓。古邓哦，就是刚那个字嘛。对，当云很厚的时候，那个天空空间有，我看到了。古邓老师，你讲的是这个字对，乌云嘛。在海岸的乌云叫古邓，对不对？不是，乌云应该不是古邓，那个古邓是因为云很厚所造成的空间呐。我懂，老师你的意思。那老师，你这个讲法跟多恩不是一样的概念吗？对，应该差不多了，可能是方言的关系了。对，古邓古鲁米阿山。所以蔡宗涵在这个字典里面几乎都把老师你讲那个概念都把它翻成乌云了嘞。是哦。对，他那个你看到他那个嘎蒂跟古邓这两个字他都翻成乌云。不是啊，嘎蒂是云嘛。对，没有关系，我们保留，就是说可以比较。如果是鲁任呢？鲁任嘛，阴暗的，阴暗嘛。鲁任的意思渐渐暗的意思哦。鲁任嘛，鲁任，渐渐
马苏圣嘛，昏暗，所以云出来的时候就会马苏圣嘛，是不是？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象嘛。那不过这个前提，它也要是乌云啊，也是要有乌云的，应该也是乌，就是天，这个叫做阴，这个天暗的，是不是？阴天吗？阴天的，不是阴天的，不是，就是太阳下山了，渐渐暗了。哦，这个是太阳下山的意思哦，不是说乌云跑出来把太阳下山的意思。不是下山，因为它下山了以后就慢慢天暗的意思。哦，那老师，那这个跟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把这个贴到那个太阳那边去了。哦。所以老师你讲的那个马苏圣的话，是太阳下山之后所产生的现象，是不是？对。哦。对，马多暗。阴天，马多暗，阴天马多暗。OK。马多暗是中午也好，早上也好，只要阴很重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了。哦，所以马都暗，对，就是阴天哦。好，那这是很符合那个读暗本身的原来的意思嘛，对不对？对呀。就是这样，阴天嘛，读暗。对，读暗好像都是跟阴天有关的哈。有。对。还有没有别的？对，跟云有关的自然现象，云出来的时候就是要下雨，要阴天，还有没有什么现象？阿美族人会怎么对云做一些判断？还有打雷啊，打雷哈，嘎咯楞，所以看到乌云的时候会觉得要打雷了嘛？尤其是打雷之后啊，一定要收工。嘎咯楞，嘎咯楞，这个是楞，这是打雷。打雷怎么讲？是马嘎格楞吗？要加妈吗？嘎咯楞多。哦，它本身就直接是打雷的意思，是不是？对。嘎咯楞。哥伦多已经打雷了，所以那个小白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打雷的时候就要赶快收工的原因是怕被雷打到吗？不是，下雨啊，很快就下雨了，马上就下雨了，马上就下雨了。所以阿美族人以前下雨的时候就不工作，是这个意思吗？一定要收工啊！为什么？会躲到那个打罗岸啊，或是躲到哪里啊？这样啊，躲雨啊。你晒的谷子在外面，赶快收工啊！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担心我们的稻谷它不能湿掉嘛，所以你要赶快处理的意思。对啊，尤其晒谷子的时候最怕就乌云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打雷了，哇了，赶快呀收啊！哦。割稻是啊，割稻也是会这样。割稻的时候，哇，突然打雷、下雨，暂停，赶快收。就是把那个已经割好的稻子赶快收起来。收起来，是吗？它不绝对会暂停了，因为那个湿了很不好搞啊。OK。还有没有别的？还有什么？云出来之后，马法利那个会有风，会有风了。
所以老师你讲的是普遍的观念吗？就是说云出来就会起风，是这个意思吗？会起风啊。比较凉啊，比较有会风比较大一点啊，比较强啊，比较强了，比较强啊。所以，老师，这是你个人的判断，还是说普遍阿美族人的判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哦，我是听我大姑妈，还有新门多，伊来读法律安上呢，这样。哦，所以可能会开始有风了。打雷之后就起风了。对，应该翻成打雷之后起风。要刮风、吹风。起风可能这样翻译比较准。是。还。对啊，就是要准备要有风了，这样。对。没错。还有没有？老师，你们也可以想一下说，云出来的时候，我们阿美族人会做什么动作？可以把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躲到打卢岸呐，或者是把工作暂时停止。对啊，暂时停止换另外一个工作的话，大部分都是去打卢岸，就有玉米的那个的时候，就在那边播玉米啊。播玉米粒这样，玉米粒。哦，所以老师，你的意思说会躲在打卢岸下面做另外的工作？对，有时候做工具啊，做什么啊，他们会做这些。老师，你把它讲成用族语有没有单词？有没有词汇？Misang ato sa karalamak,按照波伊米叫怎么讲啊？你不知道，不是那一粒一粒的有没有？已经晒干的玉米啊，晒干的玉米有没有？它一只一只的不是吗？不是要用剥的吗？可以讲米卢尼斯吗？不是，米是什么意思？不是哦，米是螺。哦，米比比罗令啊，米比比我刚刚有讲，米布拉，不是，米布拉是剥皮，米怎么拼 ？bit 哦 T 哦 bit哦，这个是什么意思？米 bit 这个是摘叶子啊。bit 是摘哦，摘哦，不一样。那个剥玉米那个剥呢？米木粒，是什么意思吗？米木粒。在面找看那个 barbar 是不是？ H 吗？爸是不是？你 barbar H 那边barbar 哦，是不是这个？对。哦，它跟那个米巴茨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老师你讲barbar是我们去打卢岸的时候做的动作吗？对，去就是脱骨的意思啦。所以我们是选择在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那个应该是说云出来，可能准备要下雨，跑去打卢岸，我们在里面做米巴的动作，是不是？对，可以。哦，可是打卢岸位置很小啊。对啊，我很好奇，位置那么小呢。所以可以吗？用手拨，用手拨啊，barbar。米barbar吗？那个叫拨。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一下，米barbar什么东西？也是板奈吗？就是把颗粒一个一个的把它掰出来。
所以通常你举一个东西，比如说是什么东西是稻谷类的吗？像玉米啊，你可以把米粒，把这个玉米粒哈，然后用手去拨，把。是哦。哦，他这边是打麦子啊。哦，是，所以我说米巴可以哈。对。米巴多阿里来。对。哦，或者说米亚多古拉星，对不对？米佛吉。老师，你说米利亚斯是说把它分离的意思，是不是？哪个？那个刚刚小白老师说米利亚斯杜古拉性，是不是？米佛吉杜古拉性还没有。复合剂哈。复合剂，掏纸啊。复合剂。剥开吧，剥开。等一下，米合剂，剥这个嘛，去壳哈。去壳。哎呀，复合剂。通常是去什么壳？花生吗？花生壳啊。哦。对呀。剥玉米，剥玉米好像也是佛剂吗？啊？剂就是纸啊。我是说呢，剥玉米的时候也可以叫佛剂吗？不行啊，佛剂是有壳子，把它剥开来，对，拿里面的纸叫米阿拉短剂。哦，哎，凯明刚刚那边啊，花生米了哈，佛剂对了，佛剂读古拉性嘛，对，剥花生嘛啊。米巴巴读阿里赖是把它拍打嘛，对不对？对，用手那另外一个可以，剥也可以哈。对。好，老师，那我们没关系，我们今天到这边哈，应该差不多。等一下那个老师，那个马里盖老师、李进兴老师跟小白老师先不要下线哈，我们等一下还有后续，你2月6号要去原民局开会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到这边哦，那我们请那个马里盖老师来帮我们收尾一下。哎，马里盖老师，你有没有开麦克风？不在了吗？哎，马里盖老师是不是跳出去了啊？真的嘞。好，那我们请那个小白老师来帮我们收尾一下。小白老师，係嗌好嘅大嚟呀，咁感到mararara ko cuti tatara itu lano nura cuti hantai aito ko ni ada ko sakala lica ita ora matawala ite in anini licaen hana。尤其我很想知道曼谷上弦月安的鬼，然后下弦月又叫什么？曼哪那的努弗拉，我那个蛮在意的哈。多拉说多拉，你在很多人呐，所以呢都感谢大家啊，你的大家我们的讨论也是非常的热烈哈。感谢大家，以上，谢谢哈。来，好，来，来。